南投縣種稻仔這面積是超過2000公頃，這當中呢上界大的地區就是佇個草屯，這是佔6成以上。其實6月中旬就是早冬稻仔的收成期，也毋過最近這幾日呢，全台灣攏安尼落大雨，南投草屯的稻仔有6-7成攏受到影響，差不多有2成的稻仔已經倒粽。這區攏面攏落啊！你哦，實在有影。規片的稻啊，攏倒粽，農民看甲真煩惱。農民李啟源捌摕過種稻仔冠軍，原底6月中是早冬稻仔的收成期，把穗的稻仔準備要收啊。啊，毋過因為這幾天啊，直落雨、大落雨，加上透陣風，害稻仔倒規片。哦，風過雨，夭壽大，啊，就今年佫大穗啊。這種愛過啊，看這稻足遠啊，你無看前幾粒你無看。啊，進前攏無雨，大家咧足水足到要死。啊，即擺無愛雨，伊才酷來，你都無辦法你。啊，減少2-3成，一分地。在地里長講，南投上大稻米產區就是咱草屯遮。這2天的大風大雨，互真濟農民叫苦連天。有6-7成的農地有受到影響，草屯鎮長嘛呼籲中央會當鬥3工。我出去甲看呢啊吼，都上少嘛有6-7成。這農民辛苦的用採收的情形哦，我這來倒吼講起來實在是農民心實在咧疼啦。啊，伊的採收非常重要嘛，關係到因的生活吼。啊，想講中央用馬上派人來了解吼，啊用馬上去甲補助吼。即擺落雨的關係吼，啊佫浸水，好像攏咧花野。哦，對無？這攏都是啊。鎮長毋望中央會當看重這擺的災損，啊，咱這農民才毋望天公伯啊，毋通佫落雨，等雨停會當趕緊收，收偌濟算偌濟。記者陳秀蘭報道。